杀的。为什么说这道理？母皇。我给你吃油穿绸，住高厅大楼，什么地方不关心你？父皇。
说，你得总是那还高模花。我现在去掉2个最高分，去掉2个最低分，说什么做的了？最高的没有60分，这5个部分里头最高的，我不是跟你选过的吗？你自己看不懂有什么办法？你在我心想，你一个女孩子呀。说你别不怕我。在马其特里，想象到对呀，只有这样子美人光，面孔漂亮，身材好，身体称头也好，样样好，事事好。你称这17岁，我自家真叫经济生了才他们实际好不对了，那是。我就是他，嫁给他，跟到中原去，我多生的女儿，将来要做这个皇位，你。不慌。